今日我嘅發言主題係強化公私營嘅醫療協作，亦都完善社區醫療發展。隨住人口嘅老化加劇，居民對於醫療啦同埋復康服務等等嘅需求係日益增加。澳門嘅公營醫療承受住好龐大嘅工作量，亦都公營醫護人員嘅人手緊張啦，工作壓力沉重嘅問題係非常突顯嘅。為此社會都期盼當局係針對點樣優化公私營醫療協作方向係推動社區醫療發展，以及係醫護人員嘅人力資源嘅培養啦，同埋規劃要做好部署，更好咁實現資源下沉、關口前移嘅策略，讓到社區同私營醫療業界分擔，尤其係慢性病嘅預防啦、健康管理啦，同埋初級醫療服務嘅工作。咁我有幾個建議嘅。第一，政府係應該完善社區醫療嘅定位，促進公私營同埋非牟利嘅合作。現時仁伯爵醫院同埋衛生中心嘅求診人次係越嚟越多啦。咁部分嘅場地存在硬件設施不足、前線醫療人員壓力沉重嘅問題。然而協和澳門醫學中心仍然係需要時間去完善服務嘅。咁暫時未能夠發揮到一啲專科分流嘅更大嘅作用啦。故此，政府係應該要重新檢視社區醫療嘅定位，包括喺增加慢性病嘅管理計劃服務點嘅基礎上，加大相關資源投放。更多將一啲慢性病管理、覆診、健康篩查、長者照護同埋復康服務逐步分流至到社區醫療嘅機構入邊，亦都要深化公私營同埋非牟利醫療機構嘅合作機制，建立以預防為主嘅醫療服務模式。同時要加快分析本澳公立醫療服務嘅總體需求，研究公私營服務嘅指標，更好咁促進私營嘅醫療體系嘅可持續發展。第二，要優化整體醫療系統嘅人力配置同埋培養嘅計劃。現時本澳醫療機構嘅部分科目存在專科醫療人員緊缺嘅情況啦。如果缺乏一啲系統性同埋持續開展嘅人才培養計劃啦，咁係將可能影響服務質素同埋我哋青年醫護人員嘅發展嘅。政府係需要掌握目前本澳擁有醫學學歷嘅人才，佢哋嘅就業狀況，及早做好全澳整體醫療服務人力資源供求嘅規劃，並且係建立長遠嘅培育同向上流動機制。此外提供條件係鼓勵一啲資深嘅退休醫護人員，佢哋投身社區嘅服務，擔任顧問或者培訓導師，發揮更多以老帶新嘅作用。要增加社區醫療機制嘅資源同埋經驗，形成良性嘅促進人才發展循環。第三，為青年醫療人員建立更多元化嘅職業發展路徑。有醫院反映目前我哋本澳唔少嘅青年佢哋完成咗醫療嘅專業培訓之後，卻因為崗位有限啦、晉升困難同埋發展空間不足係轉投咗其他行業，出現職位錯配。隨住本澳嘅醫療專業發展同埋老齡社會嘅一啲預防治療同鄉養需求政府係應該要研究唔同機構入邊增加衛生稽查、健康促進、科研、醫療行政同埋社區健康管理嘅職位，讓到唔同嘅青年醫療人才可以喺本澳大健康產業同埋社會服務之中發揮所長。第四，強化資源嘅投放，實現資源下沉。喺公私營嘅醫療體系協同發展研究指出，未來係需要維持我哋公私營醫療服務嘅份額平衡，建議係兩者錯位發展，形成互補關係。可見社區嘅醫療同埋護養嘅機構係肩負咗更重要嘅責任。然而部分而家長期服務喺社區嘅醫療機構都面臨住設施老化啦，或者一啲人員流失、隊伍唔穩定嘅情況。建議當局係要完善資助嘅機制，強化溝通啦，亦都讓到資源投放更加精準有效。另一方面，人口老化、慢性病管理同埋長者照護涉及到醫療、社福、教育同埋城市規劃多個範疇，期望未來喺政策制定時，政府能夠讓民間團體有更多參與嘅機會，廣納意見，共同去制定社區醫療同銀髮產業發展策略，建立慢性病嘅長期規劃同埋定期檢討機制。社區嘅醫療係助力澳門醫療分流嘅重要一環，透過政府主動規劃，亦都要完善各方嘅合作，梳理資源分配，優化人才嘅政策，加強跨部門協作，相信係可以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更加持續、更加優質嘅醫療服務，實現我哋整體健康澳門嘅目標。多謝。